到網球嘅名將，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香港隊，唔知白色波衫係作客球隊孟加拉嘅噃。咁啊，大家都已經係打過一場波，對於雙方面嘅球員亦都係比較認識嘅。咁啊，包括咧就中國香港嘅懷頓啦，上一場咧佢嗰個右邊嘅威力都大㗎，咁所以場波嘅孟加拉啦都比較係着重咧就 hold 住佢揾人啊。個賽前有個咧就比上次對印度嘅時候啦更加大型嘅 T 步啊嚇，港隊勁抽，之後港隊一次嘅領先啦，夏春斌一個睇到送到埋遠處位置，中落幫你頭槌，即係同埋中間，但係過唔到對手比較麻麻噃。咁啊，呢邊嘅孟加拉亦都有個嘅教球啦，亦都有咁嘅能力等埋去嘅。當時咧就話祖連奴呢個波咧就翻嚟去頂個波嘅時間咧就頂翻前頭啊，但係好在龍門嘅謝家榮都能夠可以好定咁接實個波嘅。加埋呢場波就取代啦，因為十字韌帶受傷關係需要長頭嘅 Captain 門將謝葉鴻輝嘅。另一次機會見到就夏華頓一個長傳送到埋遠處啦，中朗就似乎有少俾人掹掹地嚇，就周元德嘅咬死都省眾人。呢個波就我都覺得周元德啦係比對方嘅咁啊頭先就冇睇到啦，波就然之後就去到19中後段啦，留意呢邊啊，加斯一號佢一左腳打翻轉頭，其實咧就好機警嘅老大哥啊，個身處嘅快速度抽個波咁過到犯規，咁就只有12碼點噃。當時呢個波佢攞到嚟應該係大嘅，咁啊但係最慘嗰腳咧就先報啊，先報嘅時間就心急啊，咁啊派出就隊長嘅安永佳，咁安永佳咧都似乎射呢個波都好有信心嘅，咁射出一個咧貼地波不特止啊，龍門都捉錯路嘅。未都係計咧，就上個月啦嘛，泰皇杯咁啊對住伊拉克嘅時候啦，再次操刀12碼成功得手，36分鐘主場之利嘅香港隊係領先1比0啊，相當開心啊！佢呢個左永佳啊，成班球員即刻衝去國球旗一齊慶祝啊，無分彼此。即係輪到呢隻孟加拉嘅一次機會啦，送到埋 set 到完全嚟自拿祖利嘅，就好嘢啦！見到就顏卓斌啊，成功係頂翻住個位先。整個上半場咧就孟加拉好似呢個波就最有嘅威力同埋總之係最好嘅。咁啊上半場就中國香港就領先1球嘅。咁啊嚟到下半場咧就孟加拉就開始睇下就有啲改變嘅，因為啲波咧係長傳斜傳嗰啲波咧係事實話打得好過上半場打孟加拉。今次呢個場波就嚟自隊長巴文嘅，為佢右側斜插冚咗上嚟嘅烏邊，就睇下巴文嘅家榮出嚟都夠晒快嘅，佢最快一轉頭最個場都就唔走啊，真係祖連奴啊！都差啲裏邊嘅長子幫佢偷襲得手。咁呢邊個波就搶到嘅，個波可惜就甩得啱㗎啦，係腳都唔係好順啊，咪要佢只要甩得準嘅話咧，就呢個波就咩啊，就好似係咪啦？咪就佢呢個感覺係啊，如果甩中的我哋跑到㗎啦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比1重新嚟過啦，拉基賀新嘅入球，協助咗嘅孟加拉追成1比1平手先。咁就孟加拉球就非常之興奮啦嚇，11個打10個之下亦都。